驯服野人当帕鲁 Steam 新史低特别好评的生存沙盒游戏《灵魂面甲》来到了新史低，原108线 75.6， 游戏支持简体中文，支持多人联机。游戏中，玩家从最原始的钻木取火起步，采集木材、石头、食物等资源，逐步建立部落，培养族人，通过科技树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锻钢时代，最终带领军队征战四方。最具特色的面具系统，允许玩家佩戴不同面具，实现职业自由转换，体现多样化的能力。本作6月5日迎来重大版本更新，同步推出了全新的免费 DLC 黄金传说，玩家需要从海岸线出发，游泳前往指定的沉船遗迹，可以获得新面甲、黄金传说、新皮肤、白月登天以及新家具、青铜神树和神秘同人图纸。黄金传说面甲以3星堆黄金面具为原型，包含侦察类、生存类等多项强大的技能，使得该面甲特别适合新手玩家，能大幅降低试错成本，快速组建高效部落。2个新家具神秘铜矢与铜神树均为3星堆文物，数字化重构。在自动化系统方面，游戏引入了多项实用功能，预建造系统允许玩家直接设计虚影建筑，自动安排族人完成建造。武器装备架能让族人自动更换装备和维修。动力索道系统能实现快速移动和自动物资运输。对本作感兴趣的玩家可以趁着新史低抓紧入库。